新北的新庄较早是重要的港口，苏当时移民济，民间信仰嘛真丰富。这街啊行50公尺，就会当看到一间庙。来看新庄的图书馆，就用台语导览，甲历史讲互大人囡仔知。常常听人咧讲一府二鹿三艋舺，但是你敢有听过一府二鹿三新庄？伫清朝康熙年间，新庄是上主要的重要港口，一直到嘉庆时期，新庄港的土沙开始堆积，历史大船驶袂入去，这也互车赢50吨的新庄港开始稀微，港口也互艋舺取代，才会变做一府二鹿三艋舺。台湾咱这边咧起厝的时阵，爱需要一寡石头啊，迄阵啊石头大部分拢是为大陆迄边送过来，大陆送过来要起厝，啥物拢爱石头，起庙拢爱石头啊。所以我咧想，迄阵啊一港差了500-600台的量。这是新庄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导览活动。导览员讲，300年前新庄港上发展的时，真侪移民对家己的故乡甲信仰也对咧扎过来，所以伫咧新庄庙街顶面，平均每50公尺就一间庙。有广东人专门咧拜三山国王庙、广福宫、土地公庙、福德祠，也有福建人拜妈祖庙、自由宫和关圣帝君庙、五圣庙。这庙街哦，新庄街啊，这才是有影200-300年，应该大家来的路、来的街啊，就是伫遮。这个台语导览就是专门咧绍介新庄庙街。因为平常时伫厝里伤少讲啊，所以想讲带出来参加活动，然后加听加讲。为着囡仔听有，所以爸爸妈妈因的阿公阿嬷拢是甲因讲。国语安尼，侪爸母带囡仔来参加，望囡仔会当加听加认捌，除了接触台语，也了解属于咱台湾人的在地文化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、新北报道。